来看桃园3月23号发生一件警察假歹徒的枪战，警察伫半点钟内底就抓到这歹徒。为着要让民众安心哦，嘛遂规划1个月扫专案。虽然犯罪率有比去年还减少，也毋过查到的枪支有毒品哦，拢比去年增加。 岛顶控管各种杂销的枪支，顶个月底8着分局查贩毒集团案，先查到火药色长底枪，进一步组成专案小组，猛过周庭，透过保安警察大队特殊警力空间，配合藏伫民间套房内的改造兵工厂，避免非法枪支继续外流。 查获这个 Rocky 的这个改造短枪以及改造的冲锋枪，那进而组成专案小组。那查获这个一家兵工厂，那同时有查获40把这个改造的这个枪支。 顶个月23，桃园发生警匪枪战，警方8点钟台就抓到匪徒到案，为着安定民心，也是规划旅程督报专案，1个月内动员警力4328人次，查获组织犯罪事件，大型职业缴场4个，通缉犯732件，非法枪弹案17件，各查扣各种枪支60支。 甲枪支664粒，诈欺集团36团，甲两组被害金额大约6527万，各级毒品726件，查扣毒品拢总有54115公克等。今年跟去年同期时间来比，我们的报案的这些数量比去年下降，而查缉到的枪械和毒品的这个数量比去年更是有大幅的增加。 警方统计，专案期间甲去年同期治安状况变化，全部刑案1232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47件。暴力犯罪自将小拍，窃盗各减少2件。也毋过，伫非法枪弹、毒品诈欺集团查扣拢有增加，其中成功组织诈骗被害金额增加2198381块。警方展现压制犯罪成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